大家好，我係小紅啊。今日咧就同大家睇個氹仔區3房2嘅次嘅單位，仲有一個大平台添啊，非常之罕有啊！我哋一齊嚟睇下啦。佢嘅位置咧係 CTM 對面新花城超市隔離。一入屋嘅左手邊咧就係廚房嚟嘅，再行入邊仲有個雜物房添。呢個單位咧嘅總面積係1034尺，3房2廁。你見到個廳都超級巨大啊，同埋啦業主都保養得好好啊。左手邊嘅第一個主人房呢，除咗單邊房之後咧，仲做到3邊落床，仲加埋套廁添啊。洗手間呢亦都好闊落，同埋都有窗。如果有2個小朋友呢，就絕對夠用啊！一人1間房唔使爭啊！3間房都係望同一個方向啊，夠晒位擺晒書台啊、衣櫃啊。佢隔離呢都仲有個洗手間可以用添喎。如果有養貓養狗呢，就啱晒啦。多個大平台真係爭好遠噶。如果中意呢個單位嘅你，記得搵我去睇啦。